刀学台语用佮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13集11条，你莫佇遐架骹架手你不要在那边碍手碍脚下骹有四字要选，第二读做架架这个就是在那边阻挡的意思第二读做架第三字读做架，草架的架，第四字读做架，隔壁的架。62条，我的物件你莫乌白衫啦就是我的东西你不要随便乱拿。好，下骹有四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刷还是纱，第二读做纱，第三字读做笑穿甲亲笑的笑，第四字叫做小声小的小啦这字较歹听。63条，Tann-sua thiām-hái liáu-gōng-kang，就是比喻一切作为都是白费功夫，浪费时间金钱好，下骹有四字要选，第一读做添还是天，第二读做甜第三字读做点第三字读做忝就是很累的意思忝，第四字读做落还是落64条，欲暗仔糞埽车来的时，阿海爱负责去倒糞埽就是要晚上的时候那个垃圾车来的时候，这个阿海要负责去倒垃圾的意思好，下骹有四字要选，第二读做蛋蛋球的蛋，第二读做倒糞埽，第三字读做拼拍拼的拼，第四字读做拼这是拼火底拼糞埽嘛会使啦65条，洗身躯了后，伊上爱予妈妈ngiáu hīnn-sái就是洗澡之后，他最喜欢让妈妈掏耳屎或者是狗耳屎的意思。那下面有四字要选，咱第二读做乌还是尾，第二读做ngiáu第三字读做硬还是业第四字读做硬去互电梯硬着的硬好，感谢大家收听。